成個屋苑入夜之後繼續焚燒，火光衝天，棚架幾乎燒光，單位窗口見到冒出火舌。消防繼續灌救，警方擴大封鎖範圍，成個宏福苑都唔准進入。受影響居民去到附近嘅廣福村等候，關愛隊在場登記。政府已經開放區內嘅社區會堂安置受影響居民，安排旅遊巴接載佢哋。張智恩呢繼續喺火警現場啊，係張智恩啊，火警升為5級啊，而家個火勢係點樣啊？係啊 ，Jolie， 呢度大埔嘅火勢咧，仍然係未受控㗎。咁而家喺我視線範圍之內啦，咁6座大廈咧全部都係起火㗎。咁而中間呢一座嘅大廈咧，個火勢係最嚴重㗎，係一直都係冇任何變弱啊，或者係受控嘅跡象啦。咁其實係一直都係越燒越烈，咁有大量嘅黑煙咧係湧上到去半空㗎。咁消防咧係出動咗3隊嘅煙霧隊喺度灌救啦。咁有2隊咧係集中射向中間呢座大廈嘅低層至到中層嘅位置係去射水啦，咁基本上呢一棟大廈成座嘅單位咧都係燒到通晒咁樣啦，咁其實都會見到其實入面一直都係火光紅紅啦，甚至乎咧唔止係燒入面啊，連有啲火咧其實開始係向內咁樣去蔓延燒到去出邊外牆嘅一啲位置啦。咁我哋喺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一直都係見到有好多嘅棚架嘅竹枝啊、雜物啊係飛落地下度，咁都會不時係發出一啲嘅巨響啦。咁頭先咧更加係一度有其中一座大廈嘅頂層嘅天台咧係即係着咗火啦，然之後最嚴重嘅時候係成個天空咧都係滿佈一個火光啦。咁光嘅程度咧係接近好似係放煙花咁嘅狀況㗎。咁而家其實一直不時都可能會有一啲嘅火苗係飛落地下啦。咁我哋身處嘅行人路啊或者對開嘅馬路咧，頭先都會有見到有少少嘅火種㗎。好，唔該晒，麻煩你繼續幫我哋留意住啦。